三十，今日年初一啦，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。琴晚呢，媽媽爸爸係咪俾咗2封壓歲錢你嘅？今日再有2封利是，係啦，年初一利利是是，好冇？年初一利利是是，係啦，媽媽祝你身體健康，每日都開開心心，精神爽利，有雞雞食。你睇有雞雞喎係咪？日日都乖乖，好冇啊？同媽媽爸爸一齊開開心心，幸福快樂，好冇啊？你祝各位網友恭喜發財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，如意吉祥，步步高升，青春常駐，金銀滿屋。好啦，食嘢。